5年前嘅橫琴住宅咧，單價去到5萬起步嘅，咁依家嘅橫琴住宅單價2萬5就可以買噶啦，而且係精裝現樓，仲係國企開發商嘅。咁依家門口就係一個14公里一個花海長廊。我哋一睇呢套係94平方2房2衛2個套間一個設計，睇到個戶型都係方方正正嘅，而且係雙陽台設計，非常透光嘅，而且通風。咁下面就係花海長廊同埋橫琴二橋噶啦，你可以睇到樓間距都係好闊噶，下面就係一個商場嚟嘅。依家首期35萬就可以攞低呢套住宅噶啦，珠海國企開發，單價2萬6。